澳門教區生命委員會3月21日於聖若瑟修院聖堂舉行維護生命苦路善工活動，與教友喺4旬期內透過默想基督嘅苦難，反思現今各種威脅生命嘅議題。活動先由該會辦事處伍淑欣主任簡單介紹活動主題及內容，隨後一眾參加者開始進行苦路善工。當日於修院聖堂、聖若瑟教區中學第2校利瑪竇像、聖母岩、修院戶外花園聖母像等，合共設有苦路6處，每處都包括苦路經文、唔同生命議題嘅故事、祈禱及歌詠。完成苦路善工後，由馬達拉上主及聖母之僕修女會主之卑僕瑪利亞周修女就從信仰角度看苦難進行簡單分享。佢提到耶穌基督以愛去救贖世人，作為基督徒，我哋亦應該將呢一份愛嘅邏輯喺日常生活裏面實踐出嚟。佢指出，耶穌嘅苦難提示世人痛苦係有意義，痛苦與死亡並唔係生命嘅結束，愛與復活先至係最大勝利。佢認為教友們被召叫成為基督徒，就要傳遞呢一份希望嘅訊息。因此，當我哋面對痛苦，要與主耶穌結合，應該謹記我哋嘅身份，應悔改並跟隨主耶穌嘅道路，以愛去滋養世界，發揮信望愛嘅力量，讓他人亦感受到作為天主子女嘅價值。修女又引用聖傅天娜修女日記，鼓勵教友們要甘願做主耶穌嘅器皿，懷着愛去接受天主所給予嘅一切，將痛苦與主結合，讓犧牲變得有意義。亦要多朝拜聖體，與主交心，聆聽天主嘅旨意。最後，佢以聖若翰維也納嘅故事，寄語教友們要努力成聖，與主結合。該會期望教友能透過呢一次活動，學習孭起各自嘅十字架，將苦路連結到每日嘅生活裏面，從而捨棄自我為中心嘅生活方式，讓基督走進各自嘅生命當中。